手市場交投氣氛持續活躍，市場有多個焦點新盤相繼登場。恒基牽頭財團與市建局合作，紅磡比利街首案，屬市建局旗下首個採用小區發展模式構建嘅大型項目，共分4期發展，總共提供1296伙。現時率先推出嘅第1同第3期，設有648伙，主打2房戶型。樓盤提供3個示範單位，單位以第一座22樓 B 室為設計藍本，實用面積610方尺，為3房1套嘅設計。單位盒飯廳以長形嘅開積，配以3.25米嘅樓層高度，令到空間感覺更加寬敞。設計師透過層次豐富嘅紋理同埋工藝細節，打造高雅並富藝術氛圍嘅生活空間。主人房屬於套房設計，設有大型玻璃幕牆，除咗可以擺放雙人床之外，亦設有高身嘅玻璃門衣櫃，空間感十足。另一間睡房就利用高樓底嘅優點，配置多功能嘅組合床，打造成兒童房。而最後一個房間則打造成書房。單位廚房採用梗廚設計，並配合德國同埋法國高級品牌嘅配套家電。至於另外2個無改動示範單位，分別以第一座22樓 C 室為藍本，實用面積431方尺，屬於2房連儲物房間隔，設有開放式嘅廚房。另一個示範單位以第2座22樓 K 室為藍本，實用面積339方尺，屬於2房間隔。